改地面，有当时啊要安怎拢无一定。啊，所以讲你发生着即个灾难的人，嘛是足需要人家迄个吼，会当去家帮助啊。你亲像进前迄个高雄迄个气爆吼，中央安尼崩起来，你看偌济人迄个受灾害啊，啊嘛是足需要人家去来帮助啊，所以讲当时迄个敢若讲台积电遐吼，人伊为遐的灾民做足济吼，伫迄个遐的人吼，互有感觉足感动的啦。吼，所以讲伊嘛是讲会当及时，拄好有灾难的时阵，你看，咱若佫有即个灾难的时阵吼，你看逐个咱即个台湾人真正嘛是足有爱心的人诚济啦。你若看有啥物约束的时阵，逐个就是出钱出力。我迄个时阵，咱会感受着讲，真正台湾人嘛是足足好的迄个所在啊吼。这拢是会当，当然咱拢上怀毋免去拄着即个灾难，啊，但是就无法度拄着的时阵，逐个就是会当出钱出力，安尼逐个互相帮助啊吼。那过来就是讲，以鲜花素果会当上分。咱知影嘛吼，初一十五咱拢上好报喜的机会，就是讲买果会当来献花，这是上佳的